无爱甲你，免遐大声，一丝仔就好。我爱甲恁较就近，你若坐伫后壁，若有毒久，我会行去你的边仔，甲你请教。所以，你安心坐咧就好。坐头前无一定会较无好安尼吼。咱真欢喜，因为马先生到台湾来，当然不是总统啦，吼是迄个马街吼，伊离开加拿大设教会，今日咱才会当踮遮庆祝。伊来的时阵，欢喜来信耶稣的人足无简单。迄当时逐个拢拜拜，第一个来的人伫厝里拢受足大的迫害，真艰苦。咱来感谢因。今日咱有遮济人踮遮做礼拜，是因为因欢喜。咱敢有法度恢复因迄当时的精神？无管拄着什么困难，咱欢喜甲人分享耶稣的疼。若要讲恢复头前，毋是恢复甲初代迄个咱的树林教会开始的时，就是甲教会上开始耶稣基督的学生开始迄个时阵。今日咱思维甲咱读的圣经，就是咧讲即个速度的教会，是毋是咱有法度转去到迄个时阵？迄个时阵圣经我互恁。有回应7节的圣经，咱7节看见初代教会实在毋是完美的教会，因有无成熟，因有缺点，总是因有真好的优点，咱会当甲因学习。遮有两个人，一个两支骹咧走，一个是一支骹咧跳。请教大家。倒一个走较久，两支骹双骹的嘛吼，倒一个较袂跋倒，双骹的嘛吼，较有遐戆，上帝甲你做两支骹，你敢用一支骹要创啥对吧？当然双骹走啊，总是若看咱的教会，大部分是一支骹咧跳，毋是两支骹咧走，迄毋是我讲的，一个神学家研究教会的情形，伊安尼讲，即因翁仔某即个太太叫 Michelle Berean。先生叫 Scott Marcis， 因研究教会，佮去看圣经初代教会，发现无共款。伊讲，这本册叫做 The Two-Leg Church， 叫做双骹教会。什么叫做双骹？迄两支骹是咧讲啥？第一支骹就是咱今日伫遮咧做，伫圣殿敬拜上帝，这第一支骹。伊讲第二支骹是啥？第二支骹伫厝内逐个交陪。所以。使徒行传2章46节安尼讲，伫殿内，伫家中，伫殿内，咱有诗班，咱有诗会，咱有牧师讲圣经，咱礼拜日一礼拜来礼拜，足感谢上帝，真好。总是咱敢有三交陪。我甲恁请教，恁敢知影下早来做花语堂的礼拜内底有几个人？你敢捌伊？你敢讲得出伊的名？若无，哪有可能交陪？咱300外个兄弟姊妹伫遮礼拜，和平教会500外个，连牧师的名都记袂了。所以无法度啊，所以必须要有小组，必须要有较少人，定定做伙开讲、搬烂、讲话，因才会熟。因到啥物代志，小组的人马上知，才袂感觉来教会简单礼拜。厝内有代志，无人知啊。顶周报的人才看到知影安尼尔嘛，就一礼拜看一届周报啊，袂赴啊嘛，对无？所以伫遮伊讲吼，咱礼拜日全体敬拜，这是一个庆典，这真好，这咱教会做甲足好，这我绝对无会讲。总是我毋知咱教会这方面做了偌好，小组关系分享 ，community caring sharing， 这是今日要甲大家上交分享的主题吼。第一个我要讲，初代教会毋是理想的教会，因是无成熟，佮无完美，因有足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因想接礼拜，因每日礼拜敢会活？
法度无？敢若牧师有法度啦。啊，牧师免上班啊。啊，每日讲道嘛会嗨呢，哪有时间准备讲道咧？咱爱上班啊，总是拄则信耶稣的人，哦，恨不得吼，哇，那逐工会当来教会礼拜偌好咧吼！啊，因初代教会是安尼呢，所以迄毋是理想哦，迄是伤火热啊，你知无？迄叫发烧吧吼！天天因逐工同心合意伫殿内挡袂久，这是毋是理想？这是无成熟，无偌久就改做一礼拜一工。7日的头一日，阮聚会擘饼的时阵，第2章是逐工，甲20章就变做一礼拜一工。厝内嘛都爱顾，头路嘛都爱做，对无？囡仔嘛爱读册啊，所以7工一工差不多。所以礼拜的频率毋好伤接啦。我伫和平教会吼，我甲兄弟姊妹讲吼，你除了礼拜来教会礼拜以外吼，一礼拜上济一暗。出来教会服侍，毋好超过一暗。你知我意思无？迄话热热心的呢？哦，拜一来什物祈祷会，拜二去参加团契，拜3去探访，拜4创搁什物逐工拢迄落。因囝下课转来，都爱去冰箱摕迄个冰箱食物去迄个微波炉吼，安尼食。迄毋是好的信徒，你知无？咱爱平衡嘛，哦，教会嘛，都爱参与，总是。毋好参与伤济，吼，当然牧师听了可能会无啥欢喜啦，吼。不过，不过无度，伊就请我来，这都吼，是的啦，吼。基督徒有诶吼，狂热，你知无？狂热煞失去平衡，我看安尼做袂久啦，吼，短期会使啦，吼。所以第一个，因我感觉这毋是理想，毋好学初代教会，逐工礼拜，吼，安尼会夭寿，你知无？吼。第二个。物件讲价安尼好无？那鸡仔饼是无要紧啦吼。所有物件讲价，洗礼，恁兜的田、恁兜的厝拢卖掉，钱摕来教会，你买无？因安尼做呢？因真正照我所讲的，彼此相听，要听就听较彻底咧。你甲看哦，卖田、卖家业，房地产拢卖了，来教会啊，逐个照需要分互逐个，这叫做。基督教共产主义，啊，这一直拢有人想要做，真正要彼此相听，就是安尼，你知无？咱的全民健保就是用安尼意思，你知无？趁济钱的纳较济，趁少钱的纳较少，到尾后破病，逐个拢做伙用，你知无？这个保险啦，啊，这是好哦，这是好，总是问题是无法度，所以全世界共产主义尾后拢破产。因为你做较济，嘛无领较济，因为逐个照厝内需要分嘛吼。恁爸囝就做遐辛苦，对无？轻松做嘛是领遐济，做到要死嘛是领遐济，我要拼啥？所以人的自私，互即个制度足好的制度无法度做久。因开始是安尼做哦，无久保罗就讲毋好安尼做啊，讲安那呢？讲逐个人吼。照伊家己所趁的吼，抽淡薄仔就好啦吼。啊，礼拜日吼，咱即满就是做安尼嘛，敢毋是？哦，自由嘛，你的财产嘛是你的啦。总是你若有疼心吼，你就摕出来，看你要偌济嘛，你家己决定嘛。吼，这做较久啦。所以奉献100%奉献做袂久。我会了解自初代教育到即满，一直拢有基督徒要做即个，啊，拢做袂大。中国的山东捌有耶稣家庭，因就是做这。我熟悉一个医生，为美国纽约走去加拿大，就参加即个因叫 Commune 基督徒的社区。伊是做医生哦，每个月赚的钱拢交互教会，做世人嘛是拢摕互教会，你知无？啊，教会就看每一个家庭的需要去分，迄是理想，迄是足好，就是大家做伙来吸收生活的需要，大家拢贡献，总是定拢做小小啊尔，做袂大，做袂久。咱大部分嘛，都爱一寡，我较拍拼，应该加一丝啦。咱即款的心。要伫咱的心内，吼，所以这是现实甲理想中间有一个距离哦。所以因开始是安尼，尾仔就变做安尼啊吼。过来，因规个教会拢是牧师负责，啊，牧师无久就 burn out。我看你牧师足瘦哦，我嘛有瘦啊吼，不过伊敢若比我较瘦吼。
我毋知影是恁甲律的，还是伊本来就安尼，我是毋知影啦，还是伊的基因有问题吼，我毋知。Anyway， 我讲即句话是咧甲咱的长老讲的。长老毋是管牧师，长老是无领舍礼的牧师，安尼知影我的意思无？长老是牧养教会呢，毋是干那管理教会呢，牧养教会。啊，牧师因为有读神学院，所以伊就爱来教导嘛。啊，总是牧养是长老甲牧师做伙做。啊，执事就爱帮忙长老处理教会的事务嘛。因早期敢若使徒，使徒听耶稣讲，这上后其他人拢袂使讲，拢点点，逐个拢干那干大礼拜就好吼，干大礼拜。啊，使徒舞到尾啊咧，就出代志啊，初代教会出代志，出啥物代志？足简单嘛，因为彼得无读册嘛，干那咧掠鱼嘛，啊，所以即摆教会一个大开始有迄个讲希腊话来的是，伊听无啊，毋知伊咧讲啥物话啦吼，啊，迄翁死去，你知无？迄讲希腊话翁死去。啊，翁死就爱加分一寡钱，因为伊厝里都无收入嘛吼。啊，总是彼得听无啊。啊，所以咧分的时吼，迄个讲台湾话伊听有，伊就分啦；讲北京话听无，伊就无分嘛。伊毋是无爱分啊，都听无啊。啊，无久迄个讲北京话就是起码歹啊。下恁教会拢对河洛话人较好吼。那阮拢敢北里边安尼吼，甲阮歧视啦吼。啊，比如讲安尼袂使，咱都爱拣一寡会晓讲希腊话吼，来帮忙即个代志。所以教会就开始分工，你知无？所以一间教会健康无健康，看伊是拢干那牧师咧做尔，啥物？我看恁的周报，我小可烦恼呢，因为干那拢是可成得安尼吼。安尼活袂久呢，有影呢吼。你来听小牧者吼，我是甲长老讲的啦吼。歹势哦，伊无拜托我讲即句哦，这是我的感动吼。阮和平教会长老拢有事工。阮的关怀是一个长老总负责哦，毋是牧师负责。我阁有关怀牧师哦。阮的行政一个长老总负责，我干那专心准备讲道教导安尼。我有4个牧师呢，阮教会。安尼我要母甲要死，啊，毋知有人来恁遮讲道啊无要？吼，你知无吼？这个教会事工，大家看上帝互你的恩赐安怎？大家配搭服侍，迄间教会就走会久啦，毋好一支脚跳，你知无？吼，敢若靠一个牧师，安尼是无法度啦，吼。啊，迄个牧师佫有问题，我毋是讲柯成德，我是讲彼得啦。彼得是迄阵的大党头嘛，耶稣的大头大弟子嘛，吼。伊上勇的，上敖，讲话上紧，上勇敢的。总是伊的头壳嘛，是互伊过去犹太人的迄个环境，甲伊束缚，你知无？伊自细汉吼。就是拢无食遐个猪肉啦，啥物啦吼，因讲迄无清气嘛。啊，有一摆伊去会友因兜探访吼，啊会友咧煮中昼，啊可能煮较青草吼，到12点吼，伊个火塘怎啊伤低，你知无？啊，搁伫天棚咧祈祷吼，伫厝尾顶祈祷吼，啊拍一个日，可能嘛小可中暑啦吼。哦，怎啊看到足侪猪仔走出来，你知无？啊，听到上帝甲讲，巴肚枵摕去食。哦。无，我自细汉到即摆毋捌食猪肉。啊，上帝甲讲啦，讲恁爸讲清气，你毋好讲垃圾。哟，迄都无清气啊！伊讲我掠做清气的，你毋好掠做垃圾。3遍讲了，下骹有一个心理分局的局长就来试电话，你知无？咚咚咚咚，伊讲我毋是犹太人，我外国人，总是我足羡慕恁。敬拜耶和华，啊！所以我伫厝里祈祷的时，上帝甲我讲，你都要去海边啊、某米人遐顶头，有一个人伫遐咧看有诶无诶吼，嘿，你甲讲，伊会甲你讲安怎信耶稣。彼得才醒起来讲，哦，原来上帝听，毋是干那要互犹太人，基督教会传为外口，是为遮开始。彼得有伊诶过去诶限制，你知无？迄个 limitation。所以即张图就是吼，天使掠一寡遮有诶无诶，精心要叫食，伊讲哦 no， 我毋捌食，我毋捌食吼。哦，伊诶视野无扩展，彼得是好诶牧师，总是有伊诶限制。所以上帝必须要讲，上帝掠做清气，你毋好掠做世俗。我毋知你了安尼讲无信耶稣，咱是毋是甲叫做世俗人？我即满毋敢安尼讲，因为迄个世俗有看轻诶。意思，
尾仔咱就甲改做无道友，莫讲世俗人，总是有无道无无道是决定，你嘛袂使硬讲你是无道，人都无买无也袂使吼。所以安尼嘛毋是，所以阮最近甲改做福音朋友，做朋友就好，趁有机会甲伊分享福音。所以即个名词嘛是一个足趣味的问题吼。我是精神科医生的底吼，以前拢叫精神分裂症，即摆即个名改调去啊。叫做思维失调啊呐吼，因为精神分裂就有迄个歧视，你知无？吼，有迄个咱讲迄个山地同胞有无？即摆咱嘛毋敢安尼讲吼。有当咱敢若用词啊，无注意的中间，咱已经有对别人有看无，必定嘛是有迄个问题。所以毋好初代教会讲因足理想，无理想，伊有一个问题，上帝爱甲慢慢甲教，伊才知影。啊，过来，因足保守因的传统。传统嘛，甲伊拔掉咧呢，吼！伊代笔咧好诶，毋若代笔咧好诶。迄个甲圣经、甲上帝互咱诶迄个人叫做摩西。摩西讲诶是上重要，迄叫做摩西五经。摩西讲，你若要来敬拜上帝，你着爱挂包皮。当然查某毋免吼。即摆耶稣基督福音传出来诶时，初代教会就讲。恁无挂包皮，恁无清气，所以袂使洗礼。哇，安尼要安怎？所以外国人要信耶稣，因为有即个包皮，所以袂当洗礼。所以呢，就无法度。因为着这开一届世界迄个教会大会伫耶路撒冷，变足久，到尾才决定讲，应该迄块皮无要紧啦，伊着要洗就好洗啊吼，咱哪着爱较计较。总是迄是因的传统，教会传统，你毋好笑因哦。咱教会嘛有即个问题哦。我毋是讲淡水啦，我是讲咱教会啦吼。我甲你讲，我伫恒春的时，拄着一个 case 吼。迄个是邦桥人，毋读册，练甲足勇，身躯足勇，赤灵吼。伊就是住孙悟空，你知无？住甲无血筋啦。因老爸安那甲送去台大，送啊拢袂好，无法度。尾来听讲，恒春一个医生袂歹吼，毋是我啦，我伫台大吼，我的同学王瑞伫恒春，怎样甲即个囡仔掠咧坐火车，坐到邦寮，再换公车，迄阵火车无到恒春嘛吼，走到恒春，讲拜托个，我即个囡仔无法度吼，你甲救安尼。王医师是啥外科呢？他带一个即个精神科的患者来吼，毋知要安怎，紧敲电话讲，蔡茂堂，这要安怎？我较紧，我紧查册。我讲第一工你就用即个药啊，第二工用即个药啊吼，一个月改了啊。即个囡仔药啊改了啊，因老爸足欢喜。多谢。伊药钱立咧，囡仔带来转去邦桥，转来邦桥无一个月，佫共款咧住，因为迄高兄高弟拢还伫遮嘛，你知影无？佫共款啊，共款。老爸就讲无佫第二届带来，佫带落去恒春。王院长也讲。莫了钱啦，共款啦，无效啦。你好，转去嘛是佫共款。因老爸讲，即届无共，伊讲你哪晓搞？你哪知影即届无共？伊讲我即届办大院无要办出院啦。哦耶，即个囡仔要安怎？办大院无要办出院。伊讲无要办出院，我莫有钱。伊阵啊，恒春要来台北无简单啦。伊无钱就走无路嘛。高兄高弟就无法度去恒春去招伊去住药啊。伊讲安尼就解决啦。真正怎无要甲办出院呢吼？即个囡仔伫遐无代志，毋知要安怎呢？病医才是讲当着药拢改了啊吼，毋知甲问讲你会创啥？伊讲我啥物袂晓，我可能要做观察，做观察哦，嘿，因为伊老爸开观察店啦。伊细汉都无读册，看人迄做目工吼，哇，观察做啊足水诶。毋过病医无咧卖观察咧，当毋知要安怎吼。我讲你敢会晓做窗仔门？伊讲怎样用做观察诶技术吼，甲病医斗做窗仔门，你知无吼？做椅啊，做桌啊，做足水哦。病就互伊淡薄钱，你知无？所以就开始有迄个自尊心，吼！伊用伊的手艺，家己趁家己的钱。阮逐下早拢7点半到礼拜哦，阮家己有一个小礼拜，8点开始看文件。即个囡仔无代志嘛，就对阮淡仔听我讲，信耶稣袂歹，吼！你嘛足有听心，我要洗你会使袂？问题是吼，伊药改掉，粉无改掉，粉食足重，所以阮会同我讲袂使，等伊改了再洗你，我安尼哦。毋知要改偌久才改会了吼？你知影迄个问题无？你着啥物拢改了，我才甲你说。我讲敢着安尼，敢是先细细才叫伊慢慢改较好。
你知影我的感觉无？有当咱家己吼，毋知影人要改一个物件足无简单吼。咱甲定啊一大堆，甲这共款啦。包皮挂咧，啥物拢从个清气，无我无甲你洗咧吼。我即马家己感觉讲，伊的问题，上帝慢慢甲带领。伊若认罪，伊若肯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，那我就甲洗啊。我袂叫伊讲，拢啊清气淡淡再来洗，清气淡淡就免洗啊，就去吃鸡就好啊，敢毋是？伊都清气淡淡啊，伊哪就洗？就是要有问题，毋则就洗啊，对无吼？嘿，即间教会吼，全世界无人大遐紧啦，一工加3000个，哇不得了！第二工去开布道会加5000个，要咪就几万个啊咧？总是伊教会足大吼，全像恁共款，咱去教育馆去咧拜堂，坐愈侪人，拢无想讲伫远远的所在，因无法度来咱遮礼拜，遐要安怎？即点恁袂歹啦，我有听恁科牧师讲，恁有走去啥物缅甸啦吼，泰国吼去断宣啦吼，就是讲无一定足远的人有法度来甲咱遮，你知无？咱欢喜去宣导，即间教会无，完全无。亚罗山教会毋捌做宣导，伊拢是教会增长，教会人愈侪愈好，愈侪愈好。袂想讲咱去较远的所在，遐个人毋免遐尼远走来咱遮礼拜，但遐礼拜就好，迄叫做宣导的精神。第一届做即个，毋是耶路撒冷教会，是一个伫外国的教会，叫做安提阿。感谢主，安提阿教会因有即个心，所以圣灵甲因讲，恁着爱派，因咧禁食祈祷的时，圣神就讲派主任牧师，佮派新人的毕业生2个做伙去做宣导。这是教会第一届有去远的所在，去跨文化的所在宣导的开始，就是有迄个今日咱走咱的教会。若无今日教会要伫耶路撒冷，你知无？咱门都没有啦。因为遐直直传，你讲为巴勒斯坦传到迄个土耳其，为土耳其传到迄个希腊，为欧洲去，欧洲再传到英国，英国再传去到加拿大，加拿大再传来咱遮，你知无？迄是安尼直直来，咱才有这122周年啊！耶路撒冷教会完全无即个现象，伊敢若传统，你知无？咱家己好，教会愈来愈大愈好安尼吼。我望咱教会，我有迄个心胸，有迄个眼界。安提阿就是安尼吼，这是安提阿教会比耶路撒冷教会我感觉较好的所在。总是即间教会毋是一无是处啦，因有一寡优点，咱会当学习无？嘿，咱来看哦。因对圣经呢真重视，对耶稣的教示，所以因恒心遵守，毋是干那听尔哦，会去行哦。因个会搬烂，会开讲。会做伙食饭，做伙食饭足重要，你知无？咱当然讲食饭好讲话啦，好交陪嘛，交陪足重要，因为食饭交陪做伙祈祷，个我讲的这啦，就是大家照顾互相的需要，但是无法度把财产卖咧，大家去分啦总是，阮和平教会有做2项代志，第一就是讲，伊发生足困难的阮教会设一个叫做听心基金。我有一个听心委员会，迄个委员内底有迄个 social worker 伫内底，有一团人伫遐，所以若看到啥物人向向发生需要的时，就马上报互迄个委员会，因就检查去了解讲伊欠偌济，就为迄个基金拨落去，甲伊帮忙。久长的嘛无要紧，短期的嘛无要紧，这就是阮无法度做甲大家拢分总是阮会当较困难的，咱会当甲帮衬，无定恁教会嘛有即个情形。尾也阵高雄气爆啦迄个日本海啸啦迄足大的嘛，对无？听说基金无够啊，阮专个设一个叫做急难救助的基金，即阮教会有500万放伫遐，无管倒位发生，阮有一个委员会马上开会，因为迄阵才要放的袂付啦，你开始要扣钱，就算你有扣到够，人枵死啊咧，对无？迄著发生代志马上去安尼，所以阮迄个委员会讲需要。开会100万先去，阮遐个姊妹若敢年底有趁钱的，大家知影，伊就讲我5万献偌济万来放伫即个基金，你知无？放下大家捏，需要的是马上处理。所以咱教会嘛是会当做，毋是讲啥物拢袂了，总是我想即个真正甲听，毋是放伫喙皮啊，讲我听你，你听我，实质上有解决问题。即个教会应该努力啦，我讲应该努力即个教所需要的，分互大家啦大家伫即个圣殿学了上着，即点恁做甲足好，这我无会讲好，咱来看四道教会有啥物好模样，通互咱学习。
我感觉因是平衡佮健康吼。他拄仔讲过，因是恒心遵守世道的教训，伫真道顶头有造就。因彼此交接，百饼祈祷，因彼此的关系真亲切。因照所需要的分予大家人，因看顾软正的人，因伫圣殿内底学了上帝，因敬拜称颂。你有注意看无？我甲伊创黄的甲红的有无？黄的是一国，红的是一国，就是讲两支骹，你知无？一支叫做黄骹，一支叫做红骹。啊，即间教会就健康，就平衡啦吼。黄的就是真道造就家己，彼此亲热关系，看顾软正实际，敬拜学了上帝。即个黄的部分，真道造就家己，敬拜学了上帝，这就是咱伫圣殿团体做伙要做的代志。即个彼此亲热关系，看顾软正实际，这就是咱伫家中的小组所要做的代志。所以教会需要有即两支骹才会平衡。大部分教会拢干一支骹，就是礼拜日来礼拜奉献，迄个另外一支骹较软正。咱若两支骹的时，圣经讲教会就会增长。领受伊的话增加3000个，教会有基础信仰，众人会敬畏，大家同心合意，欢喜诚实，得到厝边会欢喜，得救的人日日加添。即个基础信仰吼，有的教会足强调即个，啊，咱长老会较无强调。总是我要甲你讲吼，上帝若买的是有啦，是有。我甲你讲一项，阮教会有一个兄弟吼，伊的囡仔出世就得肺癌，就出世尔就得肺癌。迄医生一个就讲，哇，迄规个肺拢是癌细胞。啊，因为出世尔，无人敢用药啊，化疗药啊，无人敢用，啊，就讲啊，等毋知要安怎，啊，所以就甲吊一个小点滴吼，滴咧，等伊死啦，伊就还咧活嘛。啊，中间的医生小李科嘛，毋敢甲叮当，啊，就甲放伫保温箱吼，啊安尼，啊，这爸爸足艰苦心，啊，走来讲牧师啊，你敢会当来甲阮祈祷？我讲会使啦，祈祷无问题吼。啊，我实在是毋敢想讲会好啦，吼，像这就是我毋知拖偌久安尼尔啦吼，啊，就甲祈祷，然后祈祷了，因老爸叫无偌久就讲，牧师啊，你敢会当来甲洗咧？我讲哇，啊当一只迄细只吼，啊佮放伫保温箱，啊佮隔离咧吼。啊，要安怎洗啦吼？啊，去问医生，医生同意。啊，所以阮长老袂使入来，即拢徛伫外口。我一个入去吼，用一支镜头啊，吐一撮水吼，啊手水消毒好吼，啊，全藏入去迄个保温箱，迄个是空个囝吼，啊入去啊甲滴着，啊，我甲你惊洗咧安尼吼，好起来。即个囡仔到即摆还咧活，已经5岁。啊，医生嘛袂晓讲，啊白迄白血球的癌全无去。这是实在，你会使去阮教会问讲，迄个人伫倒？我的意思是讲，咱若服侍上帝，上帝若怜悯的时候，伊会当显出基础信仰。我是要安尼讲呀，总是我毋是灵恩哦，我祈祷大部分拢死去，安尼知无？所以你莫想，咱做牧师后摆拢来叫伊祈祷，死的较济啊，偶尔就一两个安尼，互我嘛惊一个。我是医生底啊，你知无？我本来是医生啊。我无太相信讲哦，毋免食药啊，祈祷就好。我无啥相信迄啦，总是上帝就互我知影讲，上帝伊若要行恩典吼，咱就感谢尔嘛，对无？我即嘛毋讲我有啥物恩赐啦，总是教会若有即个时，我即摆咧甲你讲，你若知影我毋是甲你骗的，是讲哦啊，上帝是有影，你知影迄个感觉无？总是上帝毋是啥物人祈祷拢会，那安尼教会根本毋要无事讲道啦，得排队排到外口去啊，对无？啊，就干那排来祈祷就好啊咧。大部分拢死，所以无人会来排嘛。哦，安尼知影无吼？总是偶尔上帝要显出基础信仰，咱谦卑甲上帝讲感谢，对无？迄活的见证啊，迄个囡仔即摆伫阮主里头走来走去，足古锥的啊。迄我无会讲啊，就是讲上帝是活的啦。我干那要安尼讲吼，啊，伊有主权嘛，伊若要显出，我感谢嘛吼，我袂当讲毋啊吼。所以教会增长有两个增长吼，一个是质的增长叫做成色，一个是量的增长。那阵你报道将后报道，听福音的人多，人就增加。这是你若有宣道的热诚的时，你若教会有基础信仰，人对恁的信仰会敬畏，会有信仰的态度就对。
大家若同心合意、诚实欢喜的时，安尼咱生活的态度嘛是对。若得到厝边的欢喜的时，得救的人就增加，这是人的增加。社区的关系是好。我要讲淡薄话，教会甲社区关系是好也无好。我来恁遮知影，恁有想要去教育馆，总是问题是咱厝边，咱若甲起落去，伊可能就无路通出入，所以咱都要考虑即个厝边的感觉。阮和平教会要起礼拜堂的时嘛，是有即个问题，因为阮的厝边已经惯死，阮迄间安尼，迄叫做啥？森林中的小教堂，你知无？阮的花园啊，吼，迄树啊花偌水咧呢！啊，中间一个安尼厝顶安尼足水的吼，迄敢若来告诉恁吼，啊，大家足欢喜的。阮即丛树啊足大丛的，叫做菩提树，啊有鸟啊，厝边大家早起来就欢喜听鸟啊唱歌的声，啊看礼拜看足欢喜的。啊，听讲阮要翻啦，因为阮的天棚已经落落来，加在迄阵无人，啊无第四人吼。迄厝已经袂用哩啊吼，啊所以无翻袂使，啊厝边足无欢喜的，马上去台北市政府去申请讲，迄丛树啊是迄个超过多少年吼，是古树，啊阮还袂赴去甲讲的是，啊怎啊变古树啦？你知？哦，迄阵科比还袂做市长哦，就已经因为效率足好的，啊一旦是古树，你就袂当甲随便撤掉安尼。啊我怎啊才后悔知无？阮学生时代迄丛树啊风台倒去呢。啊，一寡青年好心哦，佮个演起来，嘛演起来就无代志啊吼！都倒去，都死了人无代对哇吼！啊，但即摆煞袂迄丛树啊，若袂当耍吼，阮就免起厝啊，因为迄丛树啊根吼，拢袂当甲叮当的是，你都免起啊嘛！迄足大蒲的，你知菩提树无？一蒲足当蒲的嘛！啊，煞毋知要安那呢？啊，尾啊就去问讲，啊，伊讲你袂使甲错死吼，总是你会当耍啦。啊，煞袂当煞离开千年社区啦，哇！啊，啥物人因兜要互阮煞迄丛迄100年的树啊，啊，煞去佫袂当叮当，无人买嘛。啊，感谢主呢，拄一个新生国小吼，伫阮边仔嘛。啊，伊迄操场足大，拄则下放新哦，啊，有迄空地嘛。迄校长讲好啊，若免钱的会使啦。总是煞树啊钱恁家己负责，啊，了你着爱个保证会活安尼吼。哦，好啦。阮用100万煞迄丛树啊呢，100万。所以丛树啊公司就爱签约讲袂死安尼吼，嘿，啊所以都要分3届长金，啊要煞的是足可怜的，伊顶头树啊挖就等下寒人落的是，啊当个草甲出一捆安尼吼，啊用迄吊车吊起来，啊迄大的迄个拖车吼，迄树啊扛落去，啊拖车就爱派去安尼，哦毋知遐重啦吼，落去尔啊拖车迄走就爱蹬起来，我袂使啊吼。啊，之后佫甲吊起来，佫叫人临时来修理，即个毋敢甲落咧，啊，慢慢放落去吼。为了早7点，舞到第2天透早3点吼，啊，着爱警察挡路吼，啊，车着爱倒头拄，你知无？因为拄袂记啊，啊，拄到3点，啊，甲踩好吼，吼，我逐工落去看，啊，迄个伫了着讲他死啊，即摆若怎啊死去吼？啊，即下去用骂臭头去咧吼，啊，较春天吼，第一个叶啊出来，哦，我欢喜一个。感谢主无死，阮阁用30万请迄个公司负责甲顾2档无死。即摆恁若去新生国小的操场的迄个西北角，迄丛就是阮教会送的，即活甲足好诶。加在安尼啊，所以迄个社区就对阮无起码是无遐歹啦，吼，当然无啥爽啦，总是至少较好一丝啦吼。啊，过来咧，因讲好啊，树啊恁煞去啊吼，啊礼拜堂。嘛是古迹哦，当马上佫笑咧讲礼拜堂古迹啦，哇！毋是甲济南教会共款，啊若古迹就害啊咧吼，哇！啊袂赴呢，啊袂赴吼，伊就怎派3个台大的迄个建筑系教授要来鉴定啦吼。啊，即个感谢主，顶个风台是迄丛树啊演起来吼，阮迄个日本厝遐吼落去了吼，买无迄个日本厝遐吼，阮怎用铁棒怎甲搭你知无吼？迄个铁棒啊，啊是袂漏雨啦，无问题啦。啊，迄教授就讲。啊，迄东光啊厝啦，迄那是古迹啦。哦，加在感谢主。哦，啊，即个东光啊厝尔，阮就紧听。啊，即摆才起起来呢，吼。啊，所以教会若得罪厝边，你变啊传福音啦。你知我意思无？伊讲得到厝边的欢喜呢，吼，得到正人的欢喜啊。我讲一个更较趣味的，韩国一间教会吼，迄间教会是租人的2楼啦，啊，1楼人开餐馆。卖迄个马铃薯汤，
tomato soup。迄阵教会开始无几个人嘛，就家己伫遐礼拜尔吼。马铃薯汤的迄个老板吼，要做看板，做一个1楼甲2楼足大的看板吼，怎啊做咧安尼啦吼？马铃薯汤安尼。即马教会人济时，有人要来找无嘛，所以就甲牧师讲甲过，因为伊甲咱签咱的迄个，因为2楼是咱的嘛，所以2楼伊袂使做，伊干来当做1楼的广告尔，所以伊就爱拆掉，伊就爱做1楼，2楼是咱的啊，咱甲过啊，一定赢，当然一定赢嘛。迄牧师讲过落去要甲传福音咧。无过咱看板无法度，无得要来找无啊！安尼要安怎？伊想足久到尾就讲干脆咱的名叫做马铃薯汤教会啦，安尼啦。你佫真巧吼，对无？你马铃薯汤教会即摆看板都电嘛伊出，看板嘛是伊维护嘛吼，你若去厨房买一本册就叫做马铃薯汤教会。后摆人讲你著看马铃薯，迄著阮教会伫啊，这足好啊，迄就佫巧，佫有疼心。我相信这就是甲社区保持足好的关系的一个方法嘛。你莫讲，干那想咱家己法律上咱徛会条，咱就甲安尼拢歹较济啦。这是我学着，我讲，这咱会当学习嘛吼。咱若有宣道的热诚，教会人就会增加。咱信用态度若对，咱就会成熟；生活态度若对，咱嘛愈来愈成熟。社区的关系若好，人嘛会增加。所以你甲看黄色的部分，社区的关系甲宣道的热诚。教会量就增长，咱的信仰的态度、甲生活的态度若对的时，咱信仰的质就会增长。所以这叫做一个平衡健康的教会，伊会成熟，伊嘛会增长。对今日这个短的这则圣经，咱会当学到什么属灵的功课？第一个，初代教会的人听到使徒的话，毋是干那听尔，因去行，这足重要。圣经讲，领受、听见、看见、去行，真济兄弟姊妹拢简单听，你知无？逐礼拜来听，听到变做道理正。吼，迄个，逐礼拜拢咧讲，这个牧师讲了袂歹，这个牧师讲了我已经拢听过啊，这无效，等下奉献落较少咧，这无袂晓讲，煞变做淡仔咧做裁判啦吼，拢无想讲我听了会行袂？我即马咧讲道吼。大概讲到了，拢甲我来回复讲，即摆互你3分钟，你祈祷。你毋好替恁太太祈祷，替你家己祈祷。甲上帝讲，我今日礼拜听到30分，敢有一句话我会当行，安尼就好啊。牧师讲偌济晚，若有一句我会当行，甲上帝讲，上帝帮助我转去，有法度照所听到的去行。你试看觅，你一礼拜行一项，一年就52项，对无？无久你就变一个人呢。上帝稳定就是伫遮。咱拢定因信称义，总是咱无法度因信正性，咱无法度变做一个无共款的人，因为咱袂去行啦。所以咱若领受因信称义，咱若遵行，就顺服会正性哦。我本来是用阮教会道，今仔日特别甲恁囥恁教会道伫遮嘿。就是讲，我望咱的教会是有圣殿的敬拜，这无问题，恁做啊足好。总是有家中的交陪，这叫做平衡健康的教会。双脚快跑来军队主，伫圣殿内底教导真理，敬拜上帝；伫厝内有亲密的关系，关怀实际。这就是我讲的小组啦，吼，需要这个小组。安尼，咱对上帝的态度是敬畏，敬畏的心，尊叹伊的旨意；对兄弟姊妹的态度，用亲爱的情关怀，都爱实际。咱若准是安尼，咱的生活人看到就欣赏。这叫做是见证。当人甲你问的时，你就有机会做见证。我足望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生活，人看到就欣赏，你变做是见证。当人踢到铁板，甲你请教的时，你才有机会甲你的信仰甲伊讲。迄阵啊，你就是做见证、做见证。结论，望咱同心合意，兴旺福音。这是腓立比1章第5节。要安怎有法度安尼呢？咱就是爱双脚快跑来军队主。咱伫圣殿全体会当学习真理，敬拜上帝。咱伫厝内小组，咱会当有亲密的关系，关怀会当实际。若是伫圣殿内底，互咱的质会成熟，咱愈来愈敬畏上帝，咱彼此愈同心合意。咱若伫家中的小组做了好，量会增长，得到众人的欢喜，福音就会当传开。
咱若是一个平衡佮健康的教会，上帝就会祝福咱。咱下头来祈祷，感谢主，因为马介先生，伊对你所领受的异象，甲伊的疼心，互伊离开故乡加拿大所在，到阮即个地头。今仔日，阮才有即个福气，伫遮庆祝122周年。主，即个恩典真大，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会当学习伊的好的模样，帮助阮的教会。毋好干那靠牧师一个，互阮的教会毋好干那甲礼拜创啊真好势，互阮实在伫教会中啊兄弟姊妹欢喜，几个人有一个小组，大家伫遐三甲亲密，三甲交陪，三甲分享，互阮的信仰会当落实伫生活的实际。安尼，望阮的教会会当有伫树林的社区吸引搁较侪阮的乡亲、阮的厝边、阮的同事。阮的同学会当来教会来领受上帝的疼，求你将这款的恩典赏赐互阮，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